你孩子多几年就20岁了，担心孩子过了长高黄金期之后就再也不能长高了，这样你一定要懂这一个 HESHCO 爱尔兰增高钙，每天给孩子吃1粒就能帮助孩子补充足够的长高营养素，促进长高，增强抵抗力，改善鼻子敏感，改善肠胃，增强视力。吃了1个疗程，你就会发现到孩子真的长高了5到7 cm， 而且越来越健康了。我的顾客喝了1个疗程都看到了明显的效果。为什么 HESHCO 那么有效呢？那是因为 HESHCO 采用的是爱尔兰红枣钙，全码只有 HESHCO 有罢了。它可以帮助孩子在1个疗程里面长高5到7 cm， 不只是长高，孩子抵抗力变好，也更加健康了。1粒 HESHCO 就等于6杯牛奶。不用那么辛苦煲花生跟汤和喝很多牛奶，要吃就吃最有效最方便的，每天早上让孩子吃1粒就可以了，所以赶快去 PM， 现在还有优惠活动哦。